屬龍嘅朋友，今年運勢中平偏低，主受是非同健康問題困擾，貫索凶星入宮，容易與人產生糾纏、爭執同埋人際困局，以及破碎帶嚟嘅意外同埋血光之災。今年缺乏強勁吉星扶持，凡事需親力親為，踏實應對，解決防備方案，化解是非，保持低調，少講話，多做事，唔參與任何八卦是非，遠離愛抱怨嘅人，以避免是非纏身。健康預防今年嘅主要隱憂，建議開車或者使用利器時要加倍小心。年初可考慮捐血或者洗牙，主動應驗輕微血光之災。調整心態，遇到人際紛爭時，保持冷靜同埋耐心，多花時間獨處思考，避免衝動行事。事業發展有利於打好基礎，不宜太過激進嘅變動或者投資，以守為攻。